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靈魂說明書，我係心柔。你有冇試過明明已經好努力，但成日都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？返工要做好，屋企要顧好，連自己啲情緒都好似要控制得好好，但心入面總有把聲不停催住你，再努力啲啦，再做好啲啦，你仲差少少。如果你成日都有呢種感覺，咁今日想同你分享一本書，不完美的禮物。呢本書想講嘅其實好簡單，你唔使等自己變得完美先值得被愛。聽落好似好簡單，但點解我哋成日都做唔到？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俾好多應該包圍住。你應該做個好員工喎，你應該做個好伴侶，你應該做個情緒穩定、永遠帶俾人正能量嘅朋友。好似每朝一瞓醒，身上已經孭住好多包袱，而每一個包袱上面都寫住兩個字：應該。慢慢，我哋開始習慣迎合所有人，想做得再好啲、再叻啲、再完美啲，因為我哋以為只要自己夠好，就唔會俾人批評；只要自己夠完美，就唔會令人失望；只要控制到所有嘢，就唔會受傷。但現實係，邊有人可以樣樣都做到最好？真正令我哋攰嘅，可能唔係生活有幾難，而係我哋一直都唔俾自己有唞氣嘅空間，一直逼自己做一個永遠唔可以失敗嘅人。但係呢本書嘅作者 Brené Brown 用咗10幾年時間研究脆弱、羞愧感同不配得感，訪問過成千上萬人之後，發現咗一個好顛覆嘅真相。原來完美主義根本唔係追求卓越，而係一種自我保護機制。我哋咁執着要做到最好，做到冇得挑剔，唔一定係因為想進步，更多時候其實係因為驚俾人批評，驚令人失望，驚被拒絕。再講深一層，其實係驚，如果我唔夠好，係咪就唔值得被愛？於是我哋慢慢幫自己打造咗一副叫做完美嘅盔甲，以為只要夠叻、夠好、夠完美，就冇人可以傷害到我哋。但問題係，盔甲係唔識分辨嘅。當你想隔開痛苦，佢同時都會隔開快樂；當你想避開羞愧，佢都會阻擋愛同連結。慢慢你可能覺得自己好似安全咗，但同時你亦都同身邊嘅人、同真正嘅自己愈行愈遠。咁可以點做？作者提出咗一個概念，叫做全心全意地生活。聽落好似好深奧，但其實好簡單。重點唔係要做更多，而係學識放低更多，放低我一定要完美嘅執念，放低我要滿足所有人嘅壓力，放低我仲未夠好嘅自我懷疑。作者發現，真正活得自在、活得幸福嘅人都有一個共通點，佢哋相信自己值得被愛，就算唔完美，都一樣值得。呢種感覺，作者叫做配得感。佢哋唔會等到自己再成功啲、再瘦啲、再叻啲，先覺得自己有資格被接納，因為佢哋知道自己本身已經值得，而要活出全心全意嘅人生。作者話有3樣嘢特別重要：第一，勇氣；第二，同理心；第3，連結。勇氣係敢於做返真正嘅自己，同理心係學識溫柔咁對待自己同埋身邊嘅人，連結係放低偽裝，真誠咁同人建立關係。呢3樣嘢聽落好似好抽象，但其實都係可以練習嘅習慣。咁實際上可以點做？以下呢5個方向，或者會慢慢改變你睇自己嘅方式。第一個指南，放低取悅所有人，學識做返自己。由細到大，我哋好容易活成人哋期待嘅樣。社交媒體教你點樣先叫成功，身邊嘅人話你知點樣先算幸福。慢慢我哋開始收埋自己真正嘅感受，明明唔開心，
仲要笑住話我冇事，明明已經好攰，仲要同自己講頂埋佢啦，明明唔想答應，最後都係勉強自己。耐咗之後，你甚至會開始唔記得自己真正想要嘅到底係乜。作者提醒我哋，真實唔係一種天生嘅性格，而係一個選擇。你可以話我唔想，你可以承認自己會攰、會驚、會有情緒，因為當你開始做返真正嘅自己，先會感受到真正嘅自由。不過當你開始做返自己，內心好快就會出現另一把聲，佢會問你：你咁樣會唔會太自私？人哋會點睇你？係咪我做得唔夠好？所以學識真實之後，下一步更重要嘅就係學識善待自己。第二個指南，放低自我批判，培養自我同理心。好多人都以為對自己狠啲先會進步，但係作者提醒我哋，上進心會問我仲可以點做得更好，但係完美主義問嘅永遠都係人哋會點睇我。每次犯錯，我哋對自己講嘅說話往往比任何人都更狠，所以不如試下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今日犯錯嗰個係你最好嘅朋友，你會點同佢講？你會鬧佢冇用，話佢失敗，定係會同佢講唔緊要，你已經盡咗力，休息下先啦，我陪住你。如果你願意咁樣對朋友，點解唔可以咁樣對自己？善待自己，唔係放縱，而係俾自己多一啲空間唞氣，多一啲力量繼續行落去。因為只有當你學識接納自己嘅不完美，你先唔需要再靠完美去證明自己值得被愛。但現實係，無論我哋幾努力，都總會有失手嘅時候，做錯決定，講錯說話，又或者發生一啲細到你自己都覺得咁都搞唔掂嘅事。而好多時真正令我哋難受嘅，其實唔係件事本身，而係件事背後嗰種感覺羞愧。第三個指南，放低羞愧，重新同自己同其他人連結。作者喺書入面特別提到，內疚同羞愧其實係兩樣嘢。內疚係我做錯咗一件事，但係羞愧係我呢個人有問題，例如工作出錯，內疚會令你諗下次小心啲就得，但係羞愧會令你覺得我真係好失敗。而羞愧最可怕嘅地方就係會令你覺得，如果人哋知道真正嘅我，仲會唔會中意我？於是我哋開始收埋自己，有人用返工麻醉自己，有人不停碌手機，有人瘋狂買嘢，有人習慣乜都自己頂，永遠都話自己冇事。但作者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說話：你冇可能淨係麻木痛苦而麻木快樂。當你將自己嘅感受收埋，同時都會將喜悅、愛同連結一齊閂埋。真正內心夠強大嘅人，唔係唔會羞愧，而係識得點樣面對羞愧。因為羞愧最驚嘅唔係批評，而係有人同你講我明白你。當你願意向一個信任嘅人坦白自己最脆弱嘅感受，你會發現原來唔係得你一個人會咁。講到呢度，你有冇發現我哋好多焦慮同壓力其實都來自同一個感覺，就係永遠覺得自己唔夠。第四個指南，放低永遠唔夠嘅感覺，學識感恩。我哋成日都會覺得自己未夠叻，未夠成功，未夠有錢，未夠安全感。就算得到想要嘅嘢，開心一陣，又會想追下一樣。作者將呢種狀態叫做匱乏感。簡單啲講就係，無論擁有幾多都好，都依然覺得爭少少。成日覺得如果我再有多啲時間就好，再有多啲錢就好，再有多啲人認同我就好。但當我哋成日望住自己冇嘅嘢，就會忽略咗已經擁有嘅嘢。作者有個觀點，我覺得好值得記住：快樂同喜悅其實唔一樣。快樂好多時來自外在，升職加薪，買到心頭好都會令人開心。但喜悅係一種由內而外嘅感覺，而喜悅
係建基於感恩。你唔需要等人生變得完美先值得快樂，試下由啲小事開始。感恩今朝有杯熱咖啡飲，感恩有人記得你嘅生日，感恩忙完一日仲有個地方可以返去休息喎。當你開始練習感恩，你會慢慢發現原來你擁有嘅比想象中多好多。不過就算我哋學識感恩，都仲有一樣嘢好容易困住我哋，就係對未知嘅恐懼。第5個指南：放低控制，擁抱脆弱。完美主義者最驚嘅通常唔係失敗，而係未知。我哋成日覺得等我準備好啲先，等我有把握先，等時機啱先。但係人生最難嘅地方就係根本冇人會準備好，冇人可以保證一段關係一定有結果，冇人可以保證轉工一定成功，冇人可以保證你嘅夢想一定會實現。而作者最重要嘅研究發現之一就係脆弱唔係軟弱，反而係所有勇氣、愛同創造力嘅起點。愛一個人需要脆弱，創業需要脆弱，做自媒體需要脆弱，承認自己需要幫手更加需要脆弱。真正嘅勇氣唔係永遠都撐得住，而係明知有機會失敗都願意踏出第一步。當你接受人生本來就充滿未知，你反而會活得輕鬆啲，放低控制，放低比較，你先會揾返屬於自己嘅創造力。因為創造力唔係藝術家先有，煮一餐飯、寫一篇文、影一張相、經營一段關係，全部都係創造。而創造力最大嘅敵人就係比較。當你不停同人比，你就會開始懷疑自己，覺得自己唔夠好、唔夠特別、唔夠資格。但其實你最珍貴嘅地方，從來唔係完美，而係真實。你嘅經歷、你嘅故事、你嘅不完美，正正就係你最獨特嘅價值。最後，作者仲提醒我哋一件事：玩同休息唔係浪費時間，而係生活必需品。我哋成日覺得越忙就代表越成功，一停低就有罪惡感，但長期繃緊自己，只會慢慢失去感受快樂嘅能力。所以俾自己休息下，做啲冇目的、冇效率，但真係令你開心嘅事。因為休息唔係獎勵，而係你本身就值得擁有。講咗咁多，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件我自己嘅事。有好長一段時間，我真係覺得好攰，唔係身體攰，係個人一直繃緊晒嗰種攰。無論壓力幾大，我都唔敢俾人見到自己脆弱嗰面。每次想喊、想求救，我都會同自己講：頂埋佢啦，唔好麻煩人，你搞得掂。我一直以為咁樣就叫堅強，直到有一日，我喺廚房沖緊熱水，搧一搧手，成杯水倒瀉晒。其實真係好小事，抹翻乾淨咪得咯。但嗰一刻，我望住地下啲水漬，突然間乜力都冇，眼淚就咁流咗出嚟。嗰刻我先知，令我崩潰嘅根本唔係嗰杯水，而係我已經逼自己撐咗太耐。原來我一直攞住塊叫做完美嘅盾牌，以為咁樣就唔會受傷，但到最後最攰、最辛苦嘅人反而係自己。後來我喺最低潮嗰陣睇到作者一句說話：不完美唔係缺陷，而係連結人與人嘅橋樑。嗰刻我真係好似突然明白咗啲嘢，原來最令人覺得親近嘅，從來唔係你有幾叻幾完美，而係你夠唔夠真實。之後我第一次開口同身邊最親近嘅人講，其實我最近真係好攰，有啲嘢我真係搞唔掂，可唔可以幫下我？老實講，我好驚，我驚佢哋會失望，驚佢哋覺得我好冇用。但係結果完全唔係我諗嗰樣喎，佢哋冇離開我，反而更加理解我，更加願意行近我。嗰刻我先知，完美只會令人隔住，脆弱先會令人真正連結。嚟到片尾，我想留低幾個問題俾你。今晚瞓覺之前，不如靜落嚟問下自己，
你而家最辛苦咁維持住嘅係邊一個完美人設？有冇一件事你一直都好想做，但因為驚失敗、驚人哋點睇，所以一直冇開始？如果冇人會批評你，你最想放低嘅包袱又係乜嘢？最後你可唔可以同嗰個一直好努力但其實已經好攰嘅自己講一句：辛苦你啦，你已經做得好好。如果你願意，歡迎喺留言區留低你嘅答案，就算只係一個字、一個表情符號，都係重新接納自己嘅第一步。因為不完美的禮物最想提醒我哋嘅，從來唔係點樣變成一個更完美嘅人，而係你唔需要證明自己都值得被愛。真正嘅成長唔係不停改造自己，而係唔再否定自己。當你放低完美，你會發現生命送俾你最珍貴嘅禮物，其實一直都喺度，就係做返自己已經夠好。如果今日嘅分享有觸動到你，記得訂閱、俾 like 同埋分享俾你想關心嘅人。放低完美，對自己溫柔啲。我係心柔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